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刑警大队伫个网络顶巡逻，发现卖毒的集团专门伫个深夜用通讯软体来促销，请民众来买毒。警方是巡线埋伏掠人，发现这个油头啊，已经互同一个员警掠过2届了。另外，台中市刑事局嘛抄到一个诈骗的机房，这个诈骗集团利用交朋友的软体骗人投资，有2000万户骗过手，至少有65个人来受害。刑警专副武装用迫害器具要入去内底，刑警入去内底爱嫌犯乖乖就范。刑事局接到检举，深入追查，发现姓王的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，专门利用交友软体骗到被害人的信任，骗人投资。有假老师带头路假的跋筊网站，勾算受害人至少65个人，诈骗金额破2000万。前往新北市新庄地区等3处执行搜索，查获汪姓主嫌等9名成员到案。警方查破伫新庄的诈骗机房，掠到7个查甫、2个查某9个人。台中市警方阁查到卖毒集团。我是不是抓过你？你现在发型变了。警方看到熟悉面，原来是捌掠过毒贩，就算伊换造型，也是互警方认出来。看你都被我抓过一次，你还不学乖啊？台中市刑大网络巡逻，发现2个查甫人做伙卖毒品，专门伫深夜限时优惠吸引民众来买。为着闪避警方，搁伫车顶放大学生的教科书，不过伫网络顶卖毒品，也是互警方掠到。贩卖对象啊，大概都年轻一辈的国人，那也是熟客为主。那经常以这个进口小姐的名称来代替毒品了。警方伫车顶抄到度假背包38包，还有手机啊等等的证物。台中地检署将2位嫌犯以卖第3级毒品罪嫌起诉。警方嘛讲，伊伫做歹代志，就算换造型，也是会互警方掠到。